各位街坊，此情此景，山景、湖景、別墅景，你覺得幾多錢先可以買到呢度嘅單位呢？100萬都搞唔掂啊！之前，但係而家100萬可以買2套啊！95方3房2廳2個洗手間。如果仲嫌唔夠大，買2套，將呢幅牆剝咗佢，做成一個豪宅大平層。每個單位咧都係3間房，而且有2個露台嘅，非常之舒服。呢度就係珠海華發觀山水啦。而家講緊首期咧，先係60萬蚊，而且月供啊2000蚊都唔使啊，真係非常之抵啊！咁呢期發展商仲做緊一個活動嘅，送全屋嘅裝修。咁另外一方面咧，如果跟 Kenny 買樓咧，有咩着數咧？就係 Kenny 再送你全屋嘅家私家電，你直接拎包入住就 OK 噶啦。咁如果想住喺呢邊嘅街坊咧，就唔好錯過呢次機會啦。記得 call我，我 send 啲詳細嘅資料俾你。